多人有濕疹問題，我都唔例外。我啲濕疹啊，簡直係四季分明噶，痕起上嚟拗到好似落雪咁噶，有時又會拗到出水喎，有時又會輕合合，有時直情乾到咧炸裂咁痛，特別係啲陰濕部位啊、頸背啊、耳背啊、手踭啊，我連尾龍骨都有啊，唉，諗起都有啲痕啊。上年開始咧，我就用呢支特效濕疹膏，我每次陰濕位一痕咧就會搽佢噶啦，佢快速止痕，仲有少少涼涼地，幾爽噶。我而家仲買埋佢支大嘅添。最近佢推咗隻加強版，佢專為面部敏感肌而設嘅。佢呢一支加咗4種天然修護成分，係更潤更有效直擊感染嘅根源。而且呢支一上架啊，即刻賣出過千支啦。平時我會喺沖完涼趁毛孔仲打開嘅時候搽。如果皮膚有乾痕，搽完濕疹膏建議搽埋佢哋支 body lotion， 因為佢支 lotion 可以幫你舒緩因為乾燥而引起嘅痕癢。佢哋成個系列都係零香料、冇類固醇，亦都冇酒精，連 BB 仔都搽得，攞晒 SGS 認證。有嚴重濕疹痘痘嘅你，我介紹埋你哋用呢一個等離子殺菌去痘兒。呢部機會放出等離子，幫你殺死皮膚底下嘅細菌。佢有3個模式，平時我就會用暗瘡毛幫我老公電下佢背脊啲瘡，只要1個星期電2-3次，每次10分鐘，連續使用你會見到皮膚明顯改善。如果你同我一樣一直被濕疹困擾，留言急救，我自動 send 優惠同使用方式俾你。嚟，我哋一齊嚟 KO 濕疹機。